有請文體旅局副局長劉震先生為我哋頒發嘉許狀俾15運會群眾項目比賽類銀牌運動員，歡迎。首先係足球項目，男子組嘅銀牌運動員包括有黃子健、李思龍、梁錦波、楊廣宏、葉國希、蘇來強、鄭子龍、陳佩賢同埋黃耀富以及黎俊傑。至於女子組嘅銀牌運動員呢，就包括黃樂敏、陳詠詩、白以君、吳詠欣、羅燕文、陳翠文、蔡詠琪、鄺詠欣同埋劉欣嘅。我哋有請男子代表陳佩賢以及女子代表白以君呢，係接受嘉許狀。恭喜恭喜！好啦，喺呢度呢，我哋一齊影張大合照哈！大家望望前面中間位置，我哋攝影師嘅鏡頭。再次恭喜咁多位，恭喜晒！跟住落嚟就會頒發嘉許狀俾我哋15運會群眾項目比賽類嘅銅牌運動員。先為各位介紹我哋足球項目嘅銅牌運動員，包括有吳柏希、吳柏賢、施俊軒、陳樂謙、朱浩林、袁世寶同埋黃子雄。掌聲歡迎咁多位！而喺台前，我哋都請代表陳樂謙係接受嘉許狀㗎。好，請大家望向前方中間嘅鏡頭，我哋預備影張相。喺呢度咧，都恭喜我哋咁多位足球項目當中嘅銅牌運動員，恭喜晒！恭喜晒！我哋都多謝劉副局長㗎，喺度請先回座。